Hello，大家好，我阿峰，歡迎收睇自助餐系列。今集就嚟到澳門行一行，唔經唔覺上次嚟都已經係差唔多1年前噶啦。上年就試過2間澳門酒店嘅自助晚餐，一間就係16蒲以秋蟹為主題，而另一間就係銀河嘅 JW 萬豪。今次就會去到倫敦人裏邊嘅漢普閣試試。喺睇片之餘，歡迎大家撳一撳訂閱掣支持下。今次我就喺網上嘅旅遊平台預訂，早一日咧要同餐廳預約。價錢方面，成人每位港幣1055蚊。我嗰日就星期四嚟嘅，用餐時間有5個鐘，由5點半至到10點半，5、6日仲可以去到11點添，夠晒時間食啊！喺門口位置登記完就可以行入梳化位度坐下啦，再等職員安排入座。坐低咗就嗌杯嘢飲先。飲品方面咧都有好多選擇，有啤酒、果汁、汽水，茶都有分中國茶同埋英式紅茶。咖啡就有6款，出邊仲放有酸梅湯同埋2款嘅凍檸茶，選擇夠晒多。首先就去睇睇熟食區，有夠晒野味嘅避風塘炒軟蟹同埋辣汁龍蝦鉗、炸蝦球、燒海參。另外仲有焗和牛千層麵，後面就係意式燜牛膝、焗蘑菇、番茄同埋蘆筍。番茄同蘆筍望落夠晒新鮮啊！隔離嘅區域就係印度菜，印度薄餅當然唔少得啦，有炸同埋傳統2款可以揀，飲埋咖喱一齊食，唔同口感。另外仲有印度蔬菜香飯。接住落嚟我就唔一一介紹啦，等我影俾大家睇睇。呢碟煎鴨肝都幾吸引，現場即煎，鴨肝煎香咗之後放喺脆多士上面，再淋上草莓醬紅酒汁，最後仲放咗2片黑松露喺面，賣相 OK， 等陣一定要試試啦。中意食肉嘅朋友跟住呢部分就啱晒啦，有蜜汁叉燒排骨、香草燒羊架、香草燒肉硬扒，另外仲有烤肉配菜約克郡布丁。去到另一邊台就係凍海鮮區，有醉蟹、螺、大蝦、鮑魚、龍蝦、翡翠螺、法國生蠔、雪蟹腳、螺絲蝦或者我哋叫嘅大頭蝦。日式料理方面呢，就有卷物、魚生飯同埋多款嘅刺身。有八爪魚、吞拿魚、北寄貝、紅蝦、帶子同埋三文魚。呢部分就係冷盤區同埋沙律區。中間位置就係一個小小嘅芝士區，有5款嘅芝士。每個自助餐一定唔少得有個麵檔噶啦，麵就有3款可以揀，最正呢就可以配呢個波士頓龍蝦丸同埋龍躉魚片。如果唔要麵，仲可以揀菜底。跟住就講講呢一餐嘅重點之一，就係即點即煮嘅海鮮檔口。大家唔使出去排隊，揾服務員落 order 就 OK 噶啦。據餐廳所講，因為即煮嘅關係呢，需要大約15分鐘，而每款海鮮就有2款嘅煮法，有辣有唔辣。海鮮方面就有龍蝦、老虎斑片、大頭蝦、鮑魚、蟹、生蠔2款嘅貝類、吉梨同埋扇貝。我自己特別中意食龍蝦同埋貝類吉梨啦。除咗海鮮之外，仲有碗湯佛跳牆都值得試試。湯就比較結身，味道唔錯。而裡面嘅材料當然係好足啦，有花膠、鮑魚、冬菇同埋海參。雖然味道唔錯，但我1碗就夠啦，因為都要留返啲空間食其他嘢。餐廳仲會不定時提供一啲特別嘅食物俾驚喜大家，例如有煙三文魚配魚子醬。
同埋呢期當造嘅大閘蟹，仲有梳乎厘。水果區都有成12至13款嘅水果，例如有西瓜、蜜瓜、火龍果、菠蘿、熱情果、香印提子等等。見到咁靚咁夢幻嘅，當然係甜品區。甜品區嘅主題係以亨利八世宮廷小丑為靈感，希望帶俾人一種歡樂嘅氣氛。等我同大家一齊入去感受一下。講到甜品，雪糕一定有份啦。雪糕就有6款，有雲呢拿、朱古力、士多啤梨、榛子、芒果同埋酸奶，仲可以加上唔同嘅醬，有士多啤梨醬、焦糖醬等等，或者可以加新鮮嘅士多啤梨喺上邊。呢款日式芝士蛋糕食落夠滑，有芝士味，但又未至於好濃，我自己覺得好好食嘅。最後分享一下澳門氹仔倫敦人附近好靚嘅夜景，我覺得夜晚影出嚟比日頭更加靚。而嗰晚我就揀咗喺倫敦人名匯豪華精選酒店住一晚啦。下一集我就會開箱2款嘅房型，有興趣嘅朋友歡迎訂閱我嘅頻道。下集再見。